好，我是汪龙耀。伊副卡是讲为用学会的工具，除了做得台语讲本成人堂，还做得成人讲本台语堂。另外，你还做得台语成人强下讲强下堂。今日学会工具嘅第12集，会请大家来谈唐叶春、钟润荣、梁子伟强下讲嘅三只小猪上挑水柱子嘅故事。三年实实来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叶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润中。你今日来做乜嘅？讲古讲乜嘅古咧？上挑水柱子，上挑水柱子。你係嘛啥？柱台个，你係嘛啥？柱一个，你係嘛啥？柱楼台，你咯？台下咯，太熱咯，所以咧，我哋今日講嘅倆句就係三挑水柱子。頭擺，除了個森林度啊，大地嘛個三挑嘅水柱子，水柱子記得阿妹，然後記得講過，水柱子頂到太過後，用吧？起舞台，嘿，我請假出去起舞台哦。結果咧，一個豬太哥係嘛啥？佢尿面的豬太哥呀，豬太哥咧，佢非常嘅用吧？南市，浪強啊，有冇？冇啊！豬太哥佢非常嘅難事，佢清彩就去了一件嘛，解不？冇了無，就你森林度來了一條嘅嘛解？台下咯，台下咯，去出去敲了個豬太哥嘅門講，咔，豬太哥，你實開門，不愛落去哦。豬太哥叫我們講。總的，阿妹講總的，青菜開門半英落來。總的青菜看門半英落來，那個台下咯就不愛了。想好，我吹你股破哪裡？我是讓雪黑嘅吹你股嘅破哪裡？這個破哪裡？冇了無，手轉體咧。冇了無就轉體咧，了是豬太哥實正嘅，豬二個嘅不怕。那個台下咯，叫對到豬二個嘅不怕講。誰柱子，實開門不愛落去。誰柱子講？總的，阿妹講總的，青菜開門半英落來。那個台下咯，又不愛咧，佢非常嘅甜。佢說好，我讓你不吹棒車，唔過咧。你講誒，豬二個佢要起嘅嘛，係冇啊？舒服。佢起嘅舒服，台下咯就噴哦，出你股嘅噴哪去？這個噴哪去？舒服手轉體咧。舒服又跳轉體咧哦，豬太哥咯，豬二個，實就到挨到。豬樓太冇卡。豬樓太緊用吧，水山馬。佢咧去了一件嘛解不啊？風轉舞，也兩處咧，台下咯又來咯，佢講，咔，誰柱子，實開門不愛落去，誰柱子佢哋講乜㗎？總的，阿妹講總的，青菜開門半英落來。總的青菜開門半英落來啊！台下咯又不愛咧，出嚟估計搬哪去？這個搬哪去？奇怪。風轉霧冇轉體。唔過咧，佢哋兩時啊，看到了個舞嘅蛋糕有一記㗎。煙囪哥。好，佢想我哋煙囪哥跳下椅子做得人都雪係咧，忙啲啊，馬上最近。豬樓台最近啊，佢哋煙囪哥台下用辦。鋪了一鑊燒水。鋪了一鑊嘅燒水，結果咧，兩個台下人跳下椅去講。哎呦喂啊！救命啊！保護
大家拢唱样板。本少水录尸体咧，啊，上水都尸体咧。你会估讲啥吗？讲水咧，讲啥咧？师母抬杠，长来